再有騙徒利用深偽技術冒認跨國公司嘅高層，指示香港分公司負責人轉帳近400萬。據了解，今次係本港第2宗同類案件。警方喺守望者社交平台披露案情。據了解，今次涉及嘅係一間英國駐港公司嘅負責人。佢上星期一收到 WhatsApp 信息，對方嘅帳戶相片顯示係英國總公司嘅首席財務官，要求開視像會議。最終佢哋一日內開咗4次會。由於喺會議入邊，騙徒嘅聲線同埋外貌同英國總公司首席財務官係一樣，所以受害人冇懷疑。最終對方要求匯款作為公司發展嘅資金，結果受害人將400萬匯去多個本地銀行戶口。由於騙徒之後再提出匯款要求，受害人懷疑並且向總公司查詢，最終發現受騙。警方話嗰個視像會議入邊嘅影像其實係騙徒利用深偽技術，透過真實首席財務官嘅公開片段，將佢講嘢嘅內容改咗。警方提醒，當遇到陌生來電或者訊息，聲稱係佢嘅上司同親友並且要求匯款，應該立即致電對方查證。跨國工程顧問公司奧亞納早前證實，年初亦都捲入同類騙案，俾人呃咗近2億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。